歡迎收看2026年5月4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國際消息方面，特朗普總統表示佢正在審視伊朗提出嘅14點和平方案，但對方案是否接受持懷疑態度。喺白宮發表講話時，特朗普表示佢正在研究呢個方案，但係警告如果伊朗行為不當，軍事打擊可能會恢復。美國近幾個星期對伊朗進行咗精準打擊。原因係兩國喺伊朗核計劃問題上嘅緊張局勢升級。呢個和平方案係伊朗喺軍事行動開始以來第一次正式嘗試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國際觀察員表示，未來幾個星期將係關鍵時期，將決定軍事打擊未能解決嘅紛爭，外交手段能否成功。局勢仍然充滿變數，雙方正在密切留意對方，觀察有任何立場轉變嘅跡象。跟住落嚟係一宗關於北領地的新聞。北領地警方針對 Alice Springs 一間體育用品店被大規模搶劫嘅案件，採取咗進一步行動。警方今日公開咗案發時嘅 CCTV 畫面，見到多名青少年同成年人強行闖入位於 Top Mall 嘅 Jefferson Lewis 體育用品店，大肆搜掠衣服同鞋類。目前警方已經拘捕咗2名分別18歲同19歲嘅男子，並控以嚴重入屋犯法同盜竊罪名。北領地副警務處長表示，呢類暴力搶劫行為係完全唔可以接受，並強調警方會利用所有資源追查其餘涉案人士。當地商界對治安惡化表示極度擔憂，認為呢類事件正嚴重打擊社區信心同埋旅遊業。昆士蘭正邁出大膽步伐，確保燃料供應前景。州政府今日就陽光之州6個港口地點公開邀請意向書。呢個計劃嘅目標係通過喺主要港口擴建儲存設施嚟加強燃料安全。企業可以喺明年年初之前提交建議書。呢個行動係響應外界對澳洲依賴進口燃料同供應鏈弱點嘅關注。能源分析員表示，呢個策略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同埋強化地區經濟。燃料價格已經令到好多家庭嘅負擔越來越重。政府希望增加本地儲存設施，可以幫助穩定長遠嘅價格。帕勒索政府表示，成功中標嘅企業可以喺2年內開始動工。總理 Anthony Albanese 接受訪問，對車主帶嚟一個警號：入平油嘅日子可能剩返唔多。目前每公升慳26.3 cents嘅燃油消費稅減免，暫定會喺6月30號屆滿。雖然外界極力要求延期，但係 Albanese 喺訪問入面拒絕鬆口。佢直言，由於前路仲有好多未知數，政府目前仲未決定會唔會喺7月之後繼續減稅。關鍵喺邊？就係嚟緊5月12號公布嘅聯邦預算案。Albanese 暗示預算案要平衡民生同國家開支，目前好難作出承諾。如果預算案無提到延期，7月1號起全澳油價將會即時反彈。各位司機，嚟緊呢個月要密切留意政府政策啦。大家放緊勞動節長週末嘅同時，有冇諗過呢個日子嘅由來？澳洲勞動節 Labor Day 的意義不僅在於3天的長週末，更承載了一段厚重的歷史。根據澳洲工人遺產中心的文獻，這個節日的根源可追溯至1891年，發生在昆士蘭州巴考丁白靠甸的剪羊毛工人大罷工。喺呢個大罷工之前，工人普遍每日工作10個、12個甚至14個鐘，每個禮拜做6日。當年工人為咗爭取公平薪酬同更好嘅工作環境，喺知識之樹 Tree of Knowledge 之下集結。雖然呢場罷工最終受到壓制，但佢奠定咗澳洲工會運動嘅基礎，甚至促成咗澳洲工黨嘅誕生。對於我哋昆士蘭人嚟講，呢個節日唔單止係為咗爭取8小時工作制，更係紀念前人爭取勞工權益嘅勇氣同堅持。近3000名參加者今個週末塞滿咗 Toowoomba Wellcamp 機場一帶嘅街道，參與第3屆年度跑步節。各個年齡層同不同能力嘅跑手都有份參加唔同距離嘅項目，令成個機場區變成一個充滿活力同慶祝氣氛嘅地方。今次活動自從3年前首次舉辦以嚟，已經大幅增長，吸引咗嚟自區內各地嘅參加者。主辦單位話，今次跑步節展示咗Toowoomba嘅社區精神同埋健康生活嘅價值觀。跑手們都讚賞呢個獨特嘅機場環境同埋熱鬧嘅節日氣氛。今次成功嘅出席人數，標誌住呢個年度傳統嘅另一個里程碑。喺Toowoomba北面嘅 Highfields 有一對老友記用行動證明，年紀大絕對唔係停落嚟嘅理由。今年91歲嘅 Ted 同88歲嘅 Babs Jacobs 雖然已經步入高齡，
但依然堅持每星期去健身室2次。呢個習慣佢哋已經維持咗幾十年。Ted 嘅健身之路其實係由一次手術開始。1985年，佢做完第一次髖關節更換手術。當時佢無選擇留喺屋企休養，反而決定行入健身室。而 Babbage 亦話健身帶俾佢好大力量，幫佢喺經歷過乳癌同埋脊椎手術之後成功康復。靠住呢份堅持，兩位老人家到今日都唔需要依賴拐杖或者輪椅，佢哋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打理屋企，甚至連搭車都完全冇問題。對於 Ted 同 Babbage 嚟講，保持活力唔單止係為咗健康，更加係佢哋掌控自己生活、保持獨立嘅方式。Toowoomba 嘅家庭，如果屋企有人染上毒品或酒精問題，幾難同佢哋溝通嘅話，好快就有幫手啦。一個名為 Stepping Forward 嘅免費社區活動即將舉行，日期係5月26號，地點係 Middleridge Uniting Church。呢個活動嘅主題係教家人點樣有效咁同有酒精或其他毒品問題嘅親人溝通。活動由 Family Drug Support 主辦，時長2個半鐘，由傍晚6點一直到8點半。地點係 Centenary Heights 嘅264 Stanner Street。參加者可以學到實際嘅溝通技巧，仲可以知道咩方法支援屋企人係最有效嘅。呢個活動提供一個安全、冇批判嘅空間，等大家可以分享自己嘅經歷，反自信心。報名免費，可以喺 Eventbrite 報名。想問多啲可以搵 Edgar， 電話係048-400-2178。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Toowoomba 今日局部多雲，氣溫介乎15至22度。整體嚟講都係幾舒服淡一日。如果中意呢個頻道，麻煩留言、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我哋聽日再見。